一季收息最多14萬喎。美元定期存款踏入3月呢，各大銀行都搶客喎，好多銀行提供咗定存由1個月到12個月呢，個厘數可以達到3.5或以上，甚至呢有一間銀行為現有客戶提供3個月嘅美元定存，甚至可以去到7.38厘喎。喺同一時間，黃金繼續喺5100幾美元高位徘徊，油價前幾日呢咪衝過上120蚊左右嘅，跟住突然間跌翻落嚟80幾蚊，今日又衝翻上94蚊啦。呢啲種種嘅跡象話俾我哋聽，中東嘅局勢似乎仍然未能夠緩和落嚟，資金揾緊一啲有效嘅避險工具，市場恐慌情緒仍然高企。你睇下朗哥有幾多水雷？粗略估計有5000幾個啊！呢啲水雷就係佢哋嘅秘密武器，佢哋將呢啲水雷遍佈咗喺霍爾木茲海峽附近，而令到美麗國嘅戰艦不能夠輕易穿越呢個海峽進入波斯灣啊！朗哥呢幾日都講咗啦，如果部分阿拉伯或者歐洲國家願意去驅逐美爾大使，就可能獲得豁免，佢哋嘅船就有機會可以安全通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但其實呢個條件都幾苛刻，暫時仲未有實際嘅國家願意咁樣做喎。現階段可以出入霍爾木茲海峽嘅船仍然係寥寥可數，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似乎好大機會仍然係長期持續啊。而家停火嘅主動權已經唔喺美麗國嗰邊啦。朗哥亦都提出咗3大停火條件啦。第一，承認佢哋國家嘅合法權利；第二個條件係戰爭賠款，佢哋要美麗國賠償啊，要佢賠錢，其實真係難過登天。第三個條件就係要國際社會提供一啲有效嘅措施，去防止佢哋再被侵略嘅堅定保障啊。坦白講，以董王咁要面，要佢去應承呢3大停火條件，似乎真係有啲難度。前幾日，美麗國轟炸咗喺德黑蘭嘅一間銀行，造成多名員工喪生。呢件事令朗哥嬲到爆炸，所以嚟緊美麗國嘅經濟中心或者一啲銀行設施都有機會成為被空襲嘅對象。喺中東呢，好多西方嘅科技巨頭，例如係 Microsoft 啦、Nvidia 啦，又或者係亞馬遜啦，都有建立雲計算嘅數據庫。呢啲咁樣嘅數據中心，未來都好大機會受到襲擊。所以呢壇嘢呢，真係沒完沒了，似乎真係冇可能喺短時間之內可以停落嚟。咁搞法，美股隨時有機會大冧，甚至會出現金融危機及一啲系統性嘅崩盤。投資要做到進可攻退可守，你有為自己做好一個妥善嘅資產配置，去對應呢個潛在嘅金融危機嗎？評論區分享下你嘅應對方案啦。